今日分享經文係記載喺傳道書第3章11節，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。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，人不能參透。弟兄姊妹，原來我哋嘅上帝係創造者，宇宙萬物所有嘅嘢，包括天上嘅星星、地上所有嘅動物、所有嘅生物、花花草草，都係按時被上帝所創造。而每一個所創造嘅被造之物都有佢嘅時限，都有佢嘅時間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按時創造宇宙萬物，上帝非常之偉大，但係人係好渺小，人係冇辦法完全認識呢位創天造地嘅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喺做咁多種萬物當中，人某程度上真係上帝最重要嘅傑作。人係被稱為咩啊？萬物之靈。人係有咩啊？有靈魂。上帝把呢個永生安置喺人嘅心中，知人係想追求永生，只係人想去認識呢位創天造地嘅上帝。你睇下不同嘅民族，包括我哋中國嘅文化，包括埃及嘅文化。點解埃及有木乃伊咧？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啲博物館而家展示緊木乃伊，就因為佢哋學想咩啊？保存呢個屍體有永生。點解中國有秦始皇，有佢底下咁多嘅兵權，有咁大嘅墓葬，每個皇帝有咁多嘅陪葬品，好多嘅文化係指向我哋心中係好想咩啊？有永生，但係好可惜，佢哋全部都係揾錯咗方向，因為只有耶穌基督係幫助我哋通向永生，幫助我哋更加認識呢位創天造地嘅耶和華上帝。耶穌話：我就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冇其他嘅途徑係可以得到永生。只有我哋願意，我哋需要謙卑喺上帝面前，我哋承認自己一個罪人，我哋要悔改，我哋接受耶穌基督十架寶血赦免我哋所有嘅罪，我哋就可以得到永生。而家呢個係上帝對我哋嘅應許，係聖經對我哋嘅應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單止要明白上帝把呢個永生擺喺我哋心中，更加要知道走向永生嘅途徑，而相信耶穌基督，信靠耶穌基督係唯一通向永生之道。